Hello， 大家好，我係 Amy。奇異博士嘅電影距離上映剩餘1個月多嘅時間啦，所以呢，今次我就想介紹一下奇異博士電影裏面一啲重要嘅角色噶。首先要介紹嘅呢，就係 Rachel McAdams 所飾演嘅 Christina Palmer。呢一個角色呢，其實係嚟自70年代一套主要針對女性觀眾為目標而推出嘅 Marvel Night Nurse 漫畫噶。呢一系列嘅漫畫咧出現過好多我哋好熟悉嘅超級英雄，例如就係 Iron Fist 啦、Daredevil、Spider-Man 等等。喺 Marvel 第二段推出嘅預告入邊咧，曾經見到佢同 Doctor Strange 治療噶。值得大家注意嘅咧，就係漫畫入邊咧睇 Doctor Strange 治療嘅咧，就係 Night Nurse 另外一名嘅主角 Linda Carter 噶。而今次咧奇異博士嘅電影裏面咧，相信 Rachel McAdams 所飾演嘅角色咧，應該咧就會係奇異博士嘅護士朋友嚟嘅。但係咧，我就唔認為佢哋會發展成為情侶嘅關係噶。第二位我要介紹嘅咧就係 Tilda Swinton 所飾演嘅 Ancient One 呢個角色。先講下漫畫入邊佢嘅背景啦，佢咧就係一個叫做 Yao 住喺一個西藏嘅男性角色嚟嘅。喺年輕嘅時期咧，佢跟隨一個比佢年長嘅村民 Kalu， 一個唔知點樣得到魔法知識嘅人啦，去學習魔法。但係 Kalu 咧就想利用魔法嘅力量咧嚟控制呢個世界。作為正義嘅 Ancient One， 當然係將佢擊敗咗。並且咧就喺喜馬拉雅山上面建造咗一個宮殿，從此隱居啊，繼續專心鑽研魔法嘅知識，並且咧教授其他人魔法知識噶。喺漫畫或者電影入邊咧 ，Ancient One 咧就係 Doctor Strange 嘅師傅嚟噶。根據之前嘅新聞報道咧，提及 Marvel 主公司咧一方面表示唔想接觸到有關中國政治嘅問題啊，即係西藏獨立。所以咧就決定咗 Ancient One 呢個角色咧，性別同埋種族咧都係唔重要噶。特別揾嚟 Tilda Swinton 嚟飾演呢個角色，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睇下《納尼亞傳奇》呢部電影。佢喺呢一部電影入邊咧飾演一個智慧型嘅女王，所以咧其實我對 Marvel 今次嘅決定咧係非常之滿意噶。另外漫畫故事裏面其中一個 Ancient One 嘅徒弟 Baron Mordo 係一個反派嘅角色。原因咧係因為年老嘅 Ancient One 咧決定繼承 Sorcerer Supreme 呢個稱號嘅人咧，將會係主角 Doctor Strange 噶。所以一直作為 Ancient One 身邊嘅第一大弟子 Baron Mordo 咧，就決定投靠億萬年前嘅古老生物 Dormammu， 聯手想將 Ancient One 殺死，並且統治呢個世界。喺奇異博士嘅電影預告或者係早期外國嘅報道咧，大家都會認為 Baron Mordo 咧將會係 Doctor Strange 嘅同伴嚟噶。但係如果真係根據大家嘅講法咧，又點樣解釋佢喺第二段預告入邊咧睇住 Doctor Strange 打交咧都唔去幫手嘅咧，淨係企喺上面喺度睇？所以咧我就認為喺電影裏面嘅 Baron Mordo 咧亦都會背叛 Ancient One 噶。由 Benedict Wong 所飾演嘅角色 Wong 佢亦都係一名魔法師嚟噶。喺佢4歲嘅時候咧，就俾家人送到去 Ancient One 嘅宮殿學習魔法。喺未遇到 Doctor Strange 之前呢，其實佢已經係一名 Master of Mystic Art 嘅成員嚟噶啦。其他嘅成員呢，就好似係 Baron Mordo 卡西納斯咁樣樣啦。呢個組織專門調查呢，就係利用神秘魔法造成嘅事件啊。睇落去呢，就好似神盾局一樣，但係呢，佢哋並唔屬於政府嘅部門噶，只係呢 Ancient One 所派出嘅一個組織嚟嘅啫。漫畫裏面呢 Ancient One 派出 Wong 呢去幫助 Doctor Strange 噶。咁喺美國咧入邊咧就解決各種嘅超自然事件啦。而佢喺漫畫裏面咧，其實咧就會係 Doctor Strange 嘅一個僕人嚟嘅。最後一位要介紹咧，當然就係 Mads Mikkelsen 所飾演嘅卡西納斯啦。咁喺漫畫裏面咧，佢係 Baron Mordo 嘅徒弟嚟嘅，跟隨住佢學習一啲黑魔法，係今次電影入邊最主要嘅反派角色嚟噶。但係咧喺電影裏面咧，暫時就未見到佢係咪 Baron Mordo 嘅徒弟。不過能夠確定嘅咧，就係佢喺預告入邊做嘅一啲召喚動作咧，係佢哋喺二次元嘅另一端咧發現嘅事物所引誘，而成為狂信者。咁二次元空間嘅另一端咧，就係 Dark Dimension。咁 Dark Dimension 最強大，一直有統治地球野心嘅咧，就係 Dormammu 啦。Who are you? I'm Doctor Strange. 你可能會問點解唔會係 Shuma Gorath 啦？咁原因其實有兩個嘅。
第一 Shuma-Gorath 咧係外星嘅生物，而唔係二次元空間。第二，聯及 Shuma-Gorath 出場嘅超級英雄咧，我諗其實已經足夠可以拍多一集嘅 Infinity War 啦。所以今次屬於奇異博士嘅獨立電影咧，我諗就唔會係佢啦。今次呢條影片咧就快就要結束啦，中意嘅話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hare 咯。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快啲撳訂閱啦。Hell Hydra，我係 Amy 啊，下次見啦，拜拜。